彩星最近公布咗最新嘅消息，佢哋嘅忍者神龜玩具版權喺2027年就會到期。既然係咁，我哋今期就繼續嚟分享一套彩星推出嘅忍者神龜玩具，由彩星公司喺1994年推出嘅忍者神龜系列玩具披薩龜。畢竟之前擁有玩具版權，喺2022年亦都重新復刻咗一次。同八龜一樣，佢哋每一隻都會有一條軟膠嘅腰帶，腰帶上邊會有人名第一個字母嘅大寫。佢哋嘅特點除咗四肢粗壯，每隻嘅胸前都會有一個巨大嘅發射器。除此以外，仲有每個角色對應武器造型嘅配件。揸刀嘅係隊長李奧，揸叉嘅係拉斐爾，揸棍嘅係當尼，用雙節棍嘅係米高，另外佢哋每隻都配有海量嘅披薩零件，平時冇用嘅時候可以將披薩收納喺腰帶側邊嘅收納袋度。呢個系列取名為披薩龜嘅原因，就係可以將披薩從人物嘅背部裝填入去，通過掹動右手嘅機關將佢彈射出嚟，係咪好過癮呢？咁今期嘅分享就先到呢度啦。想繼續探索更加多老玩具嘅話，記得幫我點返個關注或者訂閱啦。下期再見。